世間明路行盡了，無需見光也許更美妙。多了天國下來地底不再受騷擾，整個商店階層沒了，無非要給你跟我製造還會迷路沒完沒了，沒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，終點一世也未到，迷宮之中你必須跟我。 回家，如果正在活塞，眼高高，題目會是發現一堆男女的底街裏失蹤，一生都不足，去也好，一介商店繼續掃，長居於此，何人再找幾個？去路是早到最美好，如果肚餓了，早餅乾飯出外道。 總可一齊滯留10年坐厭面，行一圈花店書店，東北西南晚宴沒完，倒虛的城地路樂園，若要探險，盡會生手線。當世間明路行盡了，無需見光也許更美妙，多了天國下來地底不再受騷擾，整個商店階層沒了，無非要給你跟我製造還會迷路沒完沒了，沒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，終點一世也未到，迷宮之中你必須跟我，路人互相計地回家。 眼高高，題目繼續會是這對男女數個月來搜殺不到。應街角全坐人山高，到中心捉我。 在談前會說，沒了他做未必做到，誰能為一點愛慕一種態度，不顧一切的愛想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，終點一世也到，迷宮之中你必須跟我，無人無相契地回家。如果正在活塞，眼高到題目會是證實這對男女換得一切我，一生都不出去也好，一介商店繼續掃。